今集嘅樓市指南針，我哋請嚟有星之谷按揭轉介行政總裁莊錦輝 Raymond 同我哋一齊傾下呢情況嘅。Raymond 你好。係，Joey你好。Raymond有報告就話咧，20大指標屋苑入邊咧，8月到而家為止啦，當中嘅大型同埋啲中型單位嘅銀行股價咧，都係見到有個下調嘅跡象。例如係啲大型屋苑，好似係嘉湖山莊咁樣啦，個股價咧都要跌大約係3%嘅。嗱，根據翻你嘅觀察啦，大型銀行咧對翻呢一類單位嘅股價咧，個態度係咪真係轉保守咗咧，定係真係個別例子咧？嗱，如果根據我哋嘅觀察咧，暫時咧就未見到嗰啲大行嗰個對於股價嗰個態度咧係轉趨保守嘅。咁原因咧係因為咧銀行嘅股價咧，其實無論佢升定跌啦，其實好大程度上咧都係同嗰個屋苑嘅實質成交個案咧係掛鈎嘅。咁如果你講嘅個別嘅大型藍籌屋苑個股價下調咧，其實亦都象徵住咧呢啲嘅屋苑成交咧都可能喺度微跌緊嘅。或者咧我解釋一下咧銀行股價嗰個機制咧，通常咧我哋喺網上咧查閲嘅股價咧都係一個初步嘅股價啦。咁去到買家咧首次臨約咧申請按揭嗰陣時咧，咁銀行就會嘗試調整個股價同個合約價相同。咁個合約價咧之後亦都會成為咗嗰個單位最新嘅股價啦。咁所以咧其實好大程度上銀行嘅股價咧都好被動。咁啊除非主要都係要視乎翻嗰個買家個合約價，即係可以講係一個滯後而唔係一個前瞻性嘅指標嚟嘅。好啊，咁如果咁睇嘅話，我哋睇翻即係6月、7月份，其實市場嘅成交都係略為放慢咗啦。喺而家就咁睇個市況之下咧，會唔會我哋真係會見到就銀行對翻個物業嘅股價嚟緊都會有個下跌嘅趨勢，或者如果真係要預期嘅話，邊啲地區個影響會比較明顯啲咧？其實咧股價頭先講咧，股價因為都係受成交價影響啦。咁啊，雖然整體咧我哋留意到嗰個樓市嘅成交都放緩，咁但係未見到一個整體股價下跌嘅情況。咁亦都唔係話又都冇話某一啲地區咧係特別係嗰個股價大幅係波動咁嘅。咁但係咧，如果以物業嘅類型嚟講呢，一啲嘅單棟樓咧，因為個成交疏落咧，銀行可能要參考翻幾年前嘅成交價，咁得出嗰個股價咧，可能同嗰個市價咧有一啲落差。咁而大型屋苑咧就因為都好多成交，咁所以佢嗰個股價就會比較貼近嗰個市價。咁唐樓啊、村屋咧呢類咧就因為都唔係間銀行做，咁佢哋嗰個股價咧就會比較相對係保守啲嘅。好啊，嗱，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即係大行同埋啲細行當中，即係大銀行同埋細銀行當中咧，會唔會我哋見到啲大銀行咧係嗰個嘅即係股價下調嗰個速度係或者佢更加快去落到去減個股價咧？即係如果真係去揾啲大行估唔到價嘅話，會唔會去啲細行或者中小型行嘅成功機會會高啲？其實都係嘅，因為咧無論係大銀行又好或者細銀行又好咧，其實都唔會自己內部估價嘅，都係會外判俾一啲測量師行去進行估價啦。咁所以如果兩間銀行用個測量師行都係同一間嘅話咧，佢哋自然個估價咧都會大同小異。咁啊當然有一啲銀行咧，佢可能同多啲嘅測量師行合作，咁所以咧就會出現一啲咧，如果係估唔到價嘅情況咧，佢哋可以 call 多幾間估價行，咁直到估足為止。咁所以咧，如果真係出現呢啲咁情況嘅話咧，其實只要去唔同嘅銀行度用多啲唔同嘅估價行去估咧，咁應該喺今年嚟講咧，都唔會話好少有個案會係估唔足嘅。所以都即係行多幾間行去估下，即係揾下估價啦。咁但係如果睇翻即係整體成個下半年啦，喺而家成個利率走向同埋整體資金流嗰個影響之下咧，嚟緊嗰個趨勢，你覺得係會點樣？定係真係同即係可能個樓價有關，定係同翻啲銀行做按揭生意個取態有關？我覺得咧都係會係同翻個樓價有關咯，因為我個人覺得咧未來幾個月咧，個香港嘅樓價都可能需要一啲整固，都好難可以大升。因為自從美國咧預期咧有機會加息之後咧，香港嘅樓市呢幾個月咧都係轉靜咗，有一種買賣兩閒嘅局面。咁如果係嗰個成交動力喺缺乏嗰個成交動力推動咧，咁我覺得嗰個樓價咧都係會整固啦，或者微調啦。咁估計都會跟隨。咁啊同埋定期咧最近亦都上升啦。咁咧唔多唔少都會影響到投資者買樓收租嘅意欲。仲有問題咧，之前買樓花嗰啲業主咧，嚟緊最近嗰個上會申請按揭物業股價升幅嘅情況係點樣咧？即係普遍可以升到幾多？近期咧上會嗰啲樓花買家咧就冇估價唔足嘅情況，咁喺2025年年頭咧就有呢啲情況，咁但係咧基本上咧嗰個所有上會嘅問題咧都解決㗎啦。咁而根據我哋觀察咧，其實2年前新樓嘅買家好多嗰個估價咧反而就都有可觀嘅升幅，都可能升超過10%。因為我哋留意到咧都唔少係2年前買新樓嘅一啲8按嘅買家，而家都把握機會可以估到價轉按去做翻70%嘅按揭，咁咪甩嗰個按揭保險添嘅。咁如果呢個升幅去睇嘅話，對比翻啲二手樓嗰個嘅升幅咧，差別有幾大？其實咧就似乎嚟講咧，我覺得咧係2年前一手嘅買家咧嗰個升幅咧係會比二手咧仲係多少少添嘅。咁但係如果咁睇嘅話，反映咗啲咩現象咧？
咁啊可能咧，其實係因為嗰陣時咧，佢哋係喺高位嗰陣時，佢哋跌落嚟嗰陣時係跌得比較急啲。咁然後咧，到2年之後，佢哋要係轉案去，譬如一啲發展商議案啊呢啲咁咧，咁佢哋就可以銀行容易係拉翻高嗰個股價咧，就同翻佢哋咧之前嗰個買入價相同咁樣，又或者可以或者咧有一個輕微嘅升幅添。